来看这个选举补助款要安怎用？侯友宜败选了，重新回归市政，连续5天拢安排行程，展现伊的魄力。侯友宜嘛呢，算是呢扛下这个败选的责任。伊讲伊的原因就是伊家己明仔载国民党头一站的感恩大会会选伫新北，伊嘛会出席。有关这个1亿4000万的补助款要安怎用？伊讲拢交予党中央规划，也毋过会建议讲加照顾弱势族群甲少年人。 选后连续5天开始市政行程，面对民进党立委当兵改建议，侯友宜拢总听入心。安尼好不好？你跟高安处研究一下啦，哈。佛头好好做代志，就含选举的补助款，嘛全部交予党中央处理。我的补助款哦，拢回捐给党部。 由中央来统筹规划，多到一点弱势啊，如何让我们年轻人朋友能够多关心公共事务，照顾少年仔也个会付，那就被选举的补助款，大清朝会当摕1.6亿，除了关乎党部含做公益，卖保护少年党工进修奖励金。那还有其讲摕到1.4亿，会建议党中央加帮助弱势含少年仔。那国文摕了1.1亿，主要用伫咧党部经费含后续全台湾造访经费，为正做公益事项。感谢支持者用选票改到收听，国民党明仔载卖开始造访各地举办大会，检讨败选的原因。我们新北市的感人常会，我当然会出席啊！我要谢谢大家，我要谢谢大家的帮忙。第一站就伫咧失守的新北本命区，侯友宜证实一定会出席，强调失败之前拢是家己无够拍拼。最大的原因是侯友宜不是别人，我嘛感谢朱主席，感谢太济人。 包括不分区不管是韩国瑜、谢龙介、何志恩，败选的因端甲别人无地带，侯友宜会当去全部责任，互党主席的老针更较有底气，嘛互哪兄会当赶紧搁再爬起来。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